大家好，我係義華，歡迎入嚟收睇義華頻道先。義華頻道都荒廢咗成2年啦，2年以嚟都冇出過片同大家吹下水。今日再上嚟出片同大家吹水，咁自己都覺得有啲陌生，咁可以叫做從頭再做起啦。咁更加希望大家可以接受，咁啱聽啱睇嘅朋友，希望可以多啲入嚟支持一下我啦。咁呢2年以嚟，一位嘅網絡紅人可伯，上個星期好不幸咁因為癌病過咗身啦。呢位可伯呢2年以嚟嘅所作所為，可以叫做犯眾憎，直情係一個可恨之人。不過佢上星期過咗身之後，亦都好多網民留言，就話呢位可伯亦有可憐之處喎。正所謂可恨之人亦有可憐之處，呢啲都係經常嘅左派言論。心理學家都曾經分析過，人類嘅情緒係好容易受到眼前嘅事態咁去影響嘅，更加好容易將是其是非其非嘅思想，好容易咁去埋沒。我都非常認同呢種嘅分析嘅。好啦，呢條片同大家傾下，琴日一單幾好笑嘅新聞。琴日朝頭早，喺荃灣街頭光天白日嘅，唔知有冇落雨啦當時。發生一宗所謂嘅偷拍事件衝突。一位嘅26歲嘅女事主，懷疑俾一位64歲嘅男子所謂嘅叫做偷拍私密部位。當時26歲嘅女事主發現咗之後，即刻撲上去，就大聲咁話：你做乜撚嘢偷拍我啊？攞部相機出嚟，剪晒啲片，有冇搞撚錯啊你？當時嗰位64歲嘅男子梗係唔認啦。梗係話：你都黐鳩線嘅，我做咩偷拍你啊？我做乜要俾部相機你啊？你就戇撚鳩嘅。跟住佢就轉身梗係走撚咗去啦。女事主聽咗呢位64歲嘅男子咁鳩串同埋咁鳩囂張，條氣梗係唔順噶啦。聯同佢身邊嘅男友，一直追住佢，理論，一直追逐，去到一個附近嘅一個遊樂場。最可笑嘅就係當時有2個見義勇為嘅途人加入戰團去參加理論，就直指話呢個64歲嘅男人就係非常無恥同唔啱嘅。嗰位64歲嘅男子當時嘅情景可以叫做俾人圍攻嘅狀態啦。當時佢就一時情緒激動，攞起把遮就喺度狂龍亂舞，見人就打。
當時啊更加話去到一個非常嘅混亂場面，咁出得手打人嘅，咁一定嘈到要報警㗎啦。咁警方到場之後，咁拉咗呢位64歲嘅男子，咁話佢就非法拍攝私密部位同埋襲擊造成身體傷害嘅罪名，咁將呢位64歲嘅男子就拘捕咗啦。咁成件事件，咁我就撇開呢位嘅64歲男子係咪因為衰鹹濕玩偷拍呢個心態先。我嘅重點所講嘅就係所謂嗰位26歲嘅女子噏出嚟嘅所謂私密部位，究竟係咩嚟嘅先？佢又唔係話偷拍佢嘅裙仔喎，咁偷拍裙仔斷正冇得好講啊！咁你話私密部位究竟係成何道理呢？胳肋底毛、大髀位，抑或背脊位呢？我真係有啲莫名其妙喎。而且好話唔好聽，一定係有一個距離㗎啦。點樣為之偷拍佢嘅私密部位呢？咁我睇完呢單新聞之後真係覺得有啲莫名其妙，同埋都唔知點解嘅。咁各位網友們，咁你哋可唔可以解釋俾我聽何謂私密部位呢？咁希望你哋可以答覆得到我。咁希望我明白啦。可能我自己蠢，咩叫私密部位，真係我就唔清楚啦。好啦，咁呢條片講到呢度講完啦。咁大家睇完覺得啱聽啱睇嘅，記住撳翻個 like 俾我。咁如果繼續想入嚟聽我二話吹水鳩噏嘅，咁可以訂閱我頻道啦。咁希望你哋可以多多支持一下我先。咁更加提一提，嚟緊馬季新開鑼，我一定會出多啲片同大家分享一下心水馬嘅。咁希望大家可以全力支持一下全力支持一下我。多謝大家先，拜拜。